當我哋講起聖經入面嘅洗者約翰 John the Baptist， 可能你第一個印象就係一個着住駱駝毛衫，住喺曠野，食蝗蟲野蜜嘅怪人先知。不過，其實佢嘅人生故事比想象中更精彩，更有意思，對我哋依家呢一代年輕人都有好多啟發。佢出世已經係一個神蹟，佢同耶穌關係密切，一生人講真話，最後仲為咗真理犧牲性命。我想趁今日同你講下呢位真係超有骨氣、敢言又有吉事嘅逆風青年洗者約翰。奇蹟式出世，約翰 BB 嘅來臨。首先講下佢點樣出世。洗者約翰嘅父母係匝加利亞 Zachariah 同伊撒伯爾 Elizabeth， 兩公婆年紀老啦，冇可能再生細路，但天主竟然揀咗佢哋，派天使交俾厄爾報喜，話佢哋會有個仔，將要改名做約翰。佢阿爸匝加利亞一開始唔信，所以即刻俾天使嚟個靜音處罰，9個月都講唔到嘢。直到佢個仔出世，佢喺書寫板寫得一句，佢叫約翰。佢一寫完即刻就開得返聲，講到嘢，仲開始讚美天主添。呢個場面真係掂。我覺得呢個唔淨止係一個 BB 出世咁簡單，而係天主親自插手，開始佢救恩計劃嘅重要部分。約翰同耶穌，表哥同鋪路者。你知唔知道洗者約翰同耶穌其實係親戚嚟㗎？路加福音話聖母瑪利亞同伊撒伯爾係親戚，所以耶穌同約翰應該係表兄弟呢一類。不過佢哋唔只係親戚咁簡單，約翰係耶穌嘅先鋒，係嗰個曠野中呼號者嘅聲音，即係佢嘅使命就係響主耶穌出場前幫手預備人心。佢喺約旦河邊叫人悔改，幫人施洗，甚至連耶穌本人都嚟接受佢嘅洗。呢一幕真係冇得輸，成為耶穌公開出場嘅第一幕。約翰講過一句超經典嘅話，佢要興旺，我要衰微。呢句我覺得勁有智慧，亦都好 humble。佢深深明白自己嘅角色係配角，係要鋪路，唔係做主角，所以佢甘心退下火線。喺今時今日，個個都想做 KOL， 自我推銷爆燈嘅世界入面，約翰呢一種無私真係好反傳統，好值得我哋學習。咁講真話，佢唔係嚟做和事佬。洗者約翰唔係嗰種溫文爾雅、人人 like 佢嘅宗教領袖，佢講嘢直到爆，完全唔怕得罪人。佢面對啲法利賽人同撒杜塞人時，一開口就鬧毒蛇嘅種族，佢係咪好激呢？但佢講得咁激，係因為佢真心唔想人做偽君子，淨係表面虔誠而心唔悔改。最勁嘅係佢夠膽當面斥責當時嘅猶太領主克洛德安提帕 Herodes Antipas， 因為克洛德竟然娶咗佢自己兄弟嘅老婆克洛狄雅 Herodias。呢種事喺猶太法律係明文禁止嘅。約翰完全唔驚權勢，照樣出聲講話，你唔可以咁做。而家成日都講政治正確，唔好搞對立，唔可以軟對抗。但係約翰冇為咗保命、保形象而退讓，佢寧願得罪人都唔願放棄真理。咁嘅骨氣，今日好難揾到。宮廷陰謀，一場悲劇。約翰咁講真話，得罪咗克洛狄雅。呢位女士成日想揾機會報仇。啱啱克洛德生日擺宴會，克洛狄雅個女薩羅美喺宴會跳咗支舞，睇到克洛德心花怒放。嗰時克洛德就開口話：你想要乜，我都俾你。結果個女聽咗媽媽指使，話想要洗者約翰個頭做禮物。領主克洛德雖然勁唔想，但衰在喺大家面前開咗聲，就唔敢反口。結果就真係斬咗約翰個頭。你話慘唔慘？一個講真話嘅人就咁就死喺一場荒謬又虛榮嘅宮廷陰謀之下。其實佢唔係死得冇意義，因為佢係為真理而死，係先知嘅命運。
喺一個為權力為面子嘅社會入面，講真話好有機會要付代價，而佢就揀咗做一個堅持信念嘅人。聖經以外文獻，歷史學家約瑟夫點講？除咗聖經外，其實歷史學家約瑟夫響猶太古史都有提及洗者約翰嘅死。佢話黑落德經約翰影響力太大，群眾太聽佢講，怕佢會煽動起義，所以為咗穩陣，索性預先拉咗佢，搵個理由殺咗佢。咁好似同福音書講克洛狄亞報復唔完全一樣，但背後都好合理，即係話無論係道德上定係政治上，約翰都令到當權者不安，最後導致佢殉道。總結，我哋可以學到啲乜？洗者約翰唔係超人，佢甚至喺坐監時都有懷疑過耶穌係咪真係默西亞，仲派門徒去問耶穌。呢一點反而令佢更真實，更有血有肉。佢唔完美，但佢一生忠於天主，講真話，做咗佢該做嘅事，冇怕，冇後悔。所以耶穌講論約翰時話，響婦女所生者之中，冇興起一位比洗者約翰更大㗎。亦因為咁，教會以慶祝約翰嘅生辰作為瞻禮日，即係6月24號。講返香港，我哋做今日嘅年青人唔會好似佢咁住響曠野食蝗蟲，但我哋同佢一樣生活喺一個真假難分、壓力大、講真話會被勸告，甚或被圍攻嘅世界。我哋都面對選擇，係唔係為咗和諧、少麻煩就唔講真話？係唔係為咗攞人氣或搏機會就講啲人哋鍾意聽嘅嘢？洗者約翰俾我哋睇到咩叫堅持真理到底，即使要付出生命都唔會退縮。佢以佢嘅一生回答咗一條問題：你願意為真理付出幾多？而你嘅答案又會係點？